后来过来则是宜兰宜山的上惠路，有一台轿车甲一台修理车相下弄一个真正力。这个修理车是冰摊起，若轿车是冰落路边的圳高，四轮翘上天。两台车第一时间嘣一个有够大声，附近的乡亲拢走出来关心，总共有5个人受伤，加载拢无真要紧。 人没事吧？无人拢起来啊！站卡的路里，一只轿车浸伫咧沟仔内，四轮拢向天，车门开一半，驾驶乘客真无简单拢走出来。另外一只车是冰倒伫咧路里，是真严重。热心的过路人看到，拢来到三公。救护车接到消息到场，修理车是规只变过，车头拢嗨去，路边的牌仔嘛互弄断，因为车祸弄甲伤大声，互附近的民众拢来看。是病的，就出来看啊呢。只准高底迄台是颠倒病。 哦，颠倒病哦。哎，这台侧翻啊。嘿，哇，那弄真紧啊，速度足紧的。他开的是有点快啦，哦，他也没有刹车啦，至少说你从里面出来要稍微看一下。车祸发生伫咧宜兰宜山乡上惠路顶，现场的碎片共满世界，就连车头顶拢互弄落去。好心查甫人翁仔某到宜兰佚佗，经过上惠路，准备要上北转去。干是查甫人甲朋友开车为上惠路168行出来，两只车伫咧路口相弄。干是查甫人的车是摔入沟仔，好是查甫人的车是冰倒伫路里，5个人拢轻伤，无大碍。 真侪军色轿车互吊车吊走，详细观察出车祸的路口，敢若是停车搁再开的标识，就有2个以上，搁有较大的告示牌提醒民众危险的路口就要减速。造成2名驾驶、3名乘客共5人手脚轻挫伤，经送阳明医院就医无大碍。双方经警方实施土气酒测，均无酒精防疫。 虽然双方拢无食烧酒，不过敢若因为车速伤紧，无注意到路况，造成车祸。后盖经过危险的路口，停车搁再开，避免出车祸。你好，我是宋彦明。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紧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